Hi, my name is Kirk Peters, and 大 I 家 am 好，the area 我係 director. 加拿大宣道會喺歐洲嘅區域主管 Kurt Peters。我嘅工作係幫助參與多項不同事工嘅宣道會國際工人。呢啲事工對象包括摩洛哥人、德國嘅土耳其人同塞爾維亞嘅癮君子，散居歐洲各地嘅華人、國際教會，甚至藝術家。我嘅妻子 Kim Peters跟住落嚟會更具體咁分享有關部分藝術作品所要傳達嘅信息。I believe that God can use art to change the world. I've seen it happen, and I'm going to tell you how. 我相信上帝可以用藝術嚟改變世界，呢個係我親眼目睹嘅，且聽我娓娓道來。摩洛哥同西班牙之間隔住15公里嘅海洋，但係呢兩個國家卻係兩個世界。每年都有數以千計嚟自摩洛哥嘅合法同埋非法移民工人嚟到西班牙採摘水果。佢哋大多數係女性，當中好多人會被販賣到西班牙從事性工作。現時有近100萬摩洛哥人居住喺西班牙，呢100萬摩洛哥人同埋摩洛哥嘅300-800萬人當中，只有0.08%係基督徒。Habiba 就係其中之一，佢亦都係觸發我哋開始草莓女孩計劃嘅人。佢同成千上萬嘅其他摩洛哥婦女一樣，嚟到西班牙採摘草莓。丈夫離世之後，佢無力養家，感到極之羞愧，所以佢捉住咗呢個到西班牙工作賺錢養家嘅機會。但係佢因下一筆遭人捏造、難以償還嘅債項，最終睇落到妓院。雖然哈比巴被困喺西班牙，屬於非法移民，但係佢卻奇蹟咁從其中一間妓院被救出嚟，並喺政府慈善機構營運嘅安全屋裏邊認識耶穌。我正好喺嗰度做義工，喺聽咗佢嘅故事以及好多好似佢咁嘅人嘅遭遇之後，草莓女孩計劃就應運而生。呢個係一個為被販賣嘅摩洛哥婦女而設嘅項目。我哋創辦咗一個巡迴藝術展，喺西班牙各地展出咗80件原創藝術作品。我哋同好多大機構合作，包括紅十字會、歐盟、西班牙政府多個部門。我哋非常榮幸能夠同國務秘書、西班牙多位市長、警察總長、司法部長、保安局長、國民警衛隊多名政府部長交談同埋會面。而最重要嘅係，我哋亦都接觸過數以百計西班牙公民。草莓女孩計劃亦都被包括喺美國2024年人口販運報告裏面。另外，我好高興每個禮拜同嚟自6個唔同安全屋嘅女仔們一齊進行藝術治療。我同一位心理學家合作，每個星期我哋都會透過藝術創作嚟創造治療空間。每個星期都能夠同呢啲婦女相聚，對我嚟講係一份奇妙嘅禮物。2024年，我哋見到摩洛哥販賣人口集團有30人被捕，國民警衛隊改變咗佢哋對將會前來西班牙嘅農業工人嘅忠告方式。今年1月24號，當局通過咗一項保護摩洛哥婦女同摩洛哥工人嘅新法律，要求各農產品公司要同工人簽訂固定合約，給予較高嘅最低工資，並且修改咗某啲移民政策，確保所有嚟西班牙工作嘅摩洛哥人享有更好嘅待遇同人權。雖然我同草莓女孩計劃嘅合作已經結束，但我對上帝為我安排嘅下一項事工感到興奮。我相信上帝正喺度興起世界各地嘅藝術家嚟推廣佢嘅國度。而家係時候發揮詩人、畫家同音樂家嘅力量，去深入嗰啲除咗藝術家可能冇人能夠去到嘅艱辛同黑暗嘅地方，